2024台湾灯会，不管参观人次，或者是观光散达，成效相当的好。台湾但朋友伫总月顺肯定的同时，嘛了解注定后续的去向。其中注定拢来台湾，市府决定刷到南科银溪湖，由南科管理局典藏维护，预计将增加10档的安置效益。真正非常期待就对啦吼，伫迄个所在，希望讲会当看到讲咱即届灯会吼，遮尔那水的一个主灯，放伫南科的银溪湖，那个草皮其实也非常的适合，嘿，真正就适合的就对啦吼，所以咱会当安尼做是非常好的一件代志。再跟一做补充哈，因为我们当时在高铁展的时候是比较薄膜式的，不能长久放置啊哈。而这一次我们南科管理局非常的用心。他用一个更换这个表面蒙皮哈，能够达到10年以上的这个展示。那搭配银溪湖整个色彩哈，他们有做色彩计划，应该可以呈现得很好。台湾面对科技结合文化，除了表达乐观其成，嘛进一步为南科设立20档来。虽然面临交通加高厝价问题，不过以因的善达加欢迎地方的立场，认为亏欠南科，所以希望争取圣诞到元宵的年节期间有一场大型的演唱会。对此市长嘛支持该案签下承诺。我觉得我们台南市真的是辜负了南科，我们这一些这么多的民众在这个地方，不论是就业或者是居住，我感觉讲咱市政府每一当本地的有损这里那侪，但是我们南科真的是被遗忘了。市长有没有可能，就是我要求在今年我们的跨年晚会或者是耶诞晚会？就是刚才处长所讲的有3场嘛，有没有一场可以到南科来举办？南科的好野人很多啦，所以说在这些年来地方的发展，很多人都赚得盆满钵满，所以说市府也都非常重视，尤其交通建设。但是您提到了娱乐这方面、晚会这方面、演唱会这方面，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可以。来移到南科来办一场，倒也不是说亏待啦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周延，如果好的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嘛。会中新闻处强调，圣诞跨年演唱会虽然今年也未招标，不过如果维持3场大型的演唱会加2-3场大型亲子活动，至南科这场希望协调厂商联谊会出面筹办。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。